將回到古時同武士決一死戰。哼，你基路就啱啦，一片搞掂，帶你玩盡食盡基路 ，Let's go！歡迎嚟到哈利高比佩頻道。今日要帶大家參觀兵庫縣嘅基路。嚟京阪神玩嘅朋友都係參觀埋基路呢個城市。喺呢一條影片，我哋會集中火力介紹基路入邊嘅3間食燒海鮮、拉麵、雪糕、布丁嘅餐廳。哈利同貝貝帶大家走入日本第一名城，導覽呢一座白鷺城。一嚟到，我哋即刻點咗蠔、帶子、蝦、魚、八爪魚等等嘅海鮮，燒一燒佢先。啲海鮮呢，完全唔使點味嘅，佢入邊嗰啲海水味呢，已經可以足夠食到個鮮味，超級好味。同埋啲海鮮嗰個肉質非常之彈牙，好新鮮，啖啖肉。因為八爪魚呢，你見佢咁大嚿啦，完全唔韌，好彈牙。呢個係酒浸奶油奶酪，即係將啲 cream cheese 粒上面再配一啲酒醬啊！加啲葱，加啲紫菜，一啖。個底仲有個脆皮，非常好食。哇！頭先店員哥哥非常之好人啊，佢幫我哋開晒之後，再好詳細咁樣去教翻我哋，仲要等多幾耐先可以食，服務一流啊！呢間係一間燒海鮮嘅鋪頭，除咗燒海鮮之外呢，你亦都可以點一啲壽司啊、刺身咁樣嘅。呢一間鋪頭係用日文字去寫 menu 嘅，不過外國遊客都唔使擔心嘅，因為咧可以 scan 一個 QR code 就可以睇到個英文 menu 噶啦。呢個清酒布丁雪糕真係必點啊！鋪頭就喺前往基路城嘅必經之路，我哋去程食咗一杯，回程忍唔住要買多杯啊！我哋試咗抹茶同埋清酒味，大推清酒味一定要試啊！好出嚟嘅清酒味，一啖雪糕，一啖抹茶布丁，兩個 texture， 個抹茶布丁好重抹茶味，一次過兩個 texture 冇得頂。被譽為日本第一名城嘅基路城，呢一座國寶級嘅建築物係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世界文化遺產。講到基路城嘅建築，簡直就係日本城池建築嘅教科書。首先佢嘅外觀就係一個字：靚。白色嘅外牆用石灰油成，喺陽光嘅照射下閃閃發光，遠睇咧就好似一隻白鷺準備起飛咁樣。一於一齊探索下呢一座白鷺城 ，Let's go！呢度係唔準着鞋嘅古蹟，所以咧我哋要放低對鞋咧，放入個膠袋度，然後攞入去。呢度入口要除鞋啊，攞多咗啲，佢入邊有介紹天守閣嘅結構。城池係由一個6層高嘅主天守同埋3座較矮嘅副天守組成嘅。佢哋全部都用木造嘅結構複雜地連結成埋一齊，形成一個立體嘅防禦網。城牆上高亦都有唔同形狀嘅射擊口，可以放弓箭啊、火槍甚至大炮去攻擊敵人。呢一個木造嘅建築喺600年前起，仲可以保留到而家，仲要一條鋼筋都冇用過，真係好犀利啊！上到基路城嘅頂樓咧，就可以遠眺基路城360度嘅遠景。二戰期間，基路市區咧曾經受到空襲，但係基路城竟然奇蹟般咁逃過咗被破壞，更加可以保存至今，屹立不倒。呢一隻神獸叫 Shachi， 虎頭魚身，裝喺天守閣上面，保佑城池平安大吉，遠離火災。
依家見到嘅係基路城天守閣第5至7代嘅 Shachi。Lanterns in the night sky glow. Drums beat with a steady flow. Sakura petals fall like snow. Together we will gaily go. 間 Koba and More 嘅拉麵店入邊好有格調，入邊咧係俾影相嘅。不過個老細係好 nice 嘅，都中意同我哋講嘢傾偈。呢間鋪頭咧個規矩就係每人要點一個拉麵同一杯嘢。入邊個座位唔多啦，吧台得6個座位嘅啫。咁我哋點咗個牛奶拉麵。呢個湯底咧係奶油湯底嚟嘅，配2塊叉燒。咁 overall 我哋俾3.7分佢。入邊嘅環境咧係相當 chill 嘅，佢入邊咧都擺咗一啲咧係夾 band 啊唔同樂隊嘅一啲相啊，好有格調，所以值得一嚟入去品嚐下佢嘅拉麵，同埋感受佢個環境。我中意基路呢個城市，人又唔多，又舒服，而且所有嘢都好集中。咁好啦，如果中意我哋呢條片嘅朋友，請記得 comment、like and subscribe，繼續留意我哋下個旅程啦。